個巡遊，增添呢個熱烈嘅氣氛喎。第二隊咧，我哋會見到咧就係粵文 IP， 粵文旗下全職高手、詭秘之主、導詭二仙，一人之下人氣角色，將打破次元壁啦，首次亮相喺澳門幻彩大巡遊呢一度嘅。佢哋咧唔單止會陪你狂歡啦，仲會沿途派發專屬好禮。3月26號至到4月19號啦，粵文集團會攜手澳門美高梅打造粵文新世界 IP 澳門巡遊季，要你開啟 IP 跳島遊，喺澳門其致力推動各種東方舞喺本澳發展，引進專業東方舞藝術。呢個團體咧將會集合多個能量採集小隊，運用多種嘅舞蹈啦，喺社區進行沉浸式嘅表演，為觀眾帶嚟源源不絕嘅歡樂能量。好啦，我哋咧亦都見到咧現場咧有我哋嘅吉祥物啊、默默啊，咁大家咧可以捉住佢哋影相嘅喎。喺兩個非常之色彩繽紛嘅公仔後面咧，我哋見到嘅就係澳門競技啦啦隊協會啊，樂隊啦、金字塔造型啦、翻騰同埋跳躍等高難度嘅動作，類比破浪前行象徵，展示海上航行嘅意象。後面我哋見到嚟自印尼嘅朋友啊，佢哋係無畏無機日野舞蹈團，嚟自印尼嘅日野嘅舞蹈團隊咧，身穿着鮮豔嘅服裝，結合精準同埋凌厲嘅舞風啊，展現十足嘅舞台魅力啊！現場嘅觀眾唔好吝嗇你哋嘅歡呼聲喎，可以同我哋巡遊嘅隊伍打聲招呼嘅 ，Hello， 各位好。我哋見到好有呢一個印尼特色嘅舞蹈服裝嘅朋友嚟咗啊！哇，我都係第一次啦，因為呢個大巡遊嘅機會啊，先至可以欣賞到咧印尼呢個咁有地方色彩嘅舞蹈服裝。我哋睇下佢哋咧面上面嘅化妝係真係非常之靚喎，仲有佢哋身上面嘅服裝啦，都非常之咁有特色啊！同埋佢哋揮舞嘅線啦，都非常之顏色鮮豔啊！文化局主辦嘅攝影大賽啊！我見到咧係有一啲海洋嘅生物啊，有蟹啦，有珊瑚啦。Cherry， 你仲見到有啲咩海洋生物啊？嗱，我喺後面見到會唔會係美人魚咧？仲有海龜啊！好，咁嚟緊咧，後面咧就會見到又翻嚟我哋本地嘅劇團啦。冇錯啊，佢哋就係怪老樹劇團。咁怪老樹劇團咧呢一個名大家都一定唔陌生㗎啦，因為佢哋係乘即興互動表演啦，為觀眾帶嚟乘風破浪、向心而生嘅精彩體驗喎。哇！真係見到每一個藝團咧都花盡心思喺佢哋嘅服裝啦、道具上面啊，為我哋嘅大巡遊咧帶嚟非常之精彩嘅演出。咁後面咧見到係我哋嚟自越南嘅朋友咁咧，但係一個本地嘅團體嚟㗎。佢哋係澳門海外越南同胞協會，佢哋咧成立喺2020年，宗旨咧係幫助喺澳門嘅越南籍同胞處理佢哋嘅需要啦，同埋鼓勵參與。以少數原民族嘅歌舞咧呈現當地特色嘅高原化之美啊，同埋各界人士咧一齊慶賀大巡遊嘅盛事㗎。Hello， 嚟自越南嘅朋友，大家好啊！大家好 ，Hello， 同佢哋揮下手咯！大家都可以展現我哋嚟自澳門人嘅熱情喎，仲有唔同地區嘅遊客。哇，後面好犀利啊 ！Cherry 見唔見有啲好大型飛緊喺天上面嘅氣球啊？哇，好夢幻啊！係嚟自法國嘅飛行二人團啊！咁呢個團體咧，今次咧係會帶嚟一系列咧海洋主。哇，好犀利啊！相信咧要操縱呢啲咁大型嘅氣球咧，今日咧又有啲風啦，但係好唔簡單啊！冇錯，你睇下佢每一個旋轉都好似帶俾我哋好多活力一樣啊！大家要同佢哋 say 下 hi 喎！喺呢一個大型嘅氣球後面啦，仲有一啲八爪魚啦，一啲海洋嘅生物㗎。
緊接住咧英姿舞員咧，我哋係見到呢一個菲律賓嘅組織喎，就係 Asociación Pista de Macao， 佢係立足澳門嘅知名菲律賓組織咯。佢核心嘅宗旨咧係在於推廣菲律賓文化，促進社群凝聚力，並且參與澳門國際巡遊啦、跨年倒數等在地嘅活動㗎。咁呢個協會咧透過參與各類本地活動，推廣文化遺產，展示菲律賓嘅傳統文化同埋才藝，好似傳統舞蹈咁，從而咧就促進文化傳承啦、融合交流、社區凝聚力以及藝術嘅表現㗎。咁術語 Pista 咧，通常咧就係用嚟稱啦嚟自維薩亞斯或者係文達拿俄地區 Bisaya Dabuk 嘅菲律賓人嘅。咁咧，我哋見到嚟到我哋呢一個位置嘅咧係英姿舞員啦。咁相信大家如果有睇開啲舞蹈嘅演出或者關注澳門本地舞蹈嘅話咧，對佢哋一啲都唔陌生啊！好，我哋要迎接我哋嚟，哇，好熱情啊！菲律賓人民俾我嘅感覺成日都好熱情同埋能歌善舞啊，而且係非常之開心開朗啊 ！Hello， 你睇下佢哋面上嘅笑容 ，Hello。咁咧，佢哋嘅身上嘅服裝咧都係非常之有民族特色，仲有佢哋嘅道具喎。咁我哋咧可以趁住大巡遊呢個機會咧，可以欣賞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一啲地方文化色彩。冇錯啦，因為我哋緊接住咧係會見到我哋澳門青苗粵劇團嘅，咁佢係成立於2020年啦，致力於向更多年輕嘅一輩咧推廣粵劇年長朋友嘅專利啦。好，咁後面緊接住嘅咧就係我哋澳門科技大學藝術團。呢一團咧經過多年嘅發展，已經成為澳門乃至粵港澳大灣區最具規模嘅高校藝術團之一。今次巡遊咧，呢一團嘅團員咧就會身穿度咧就係見到有衣貓表情包笑團喎，佢哋嚟自土耳其嘅非常之特別嘅名啦。咁嚟自土耳其嘅爆笑表情符號隊啊，咁佢哋將每一個情緒咧都扮成專屬嘅爆笑造型，要令觀眾係見到情緒爆棚啦。用嘅係邊一個表情符號啊？嗱，我係用笑到喊嘅，但係咧聽講咧而家 Gen Z 已經係唔會再用呢個 emoji 嘅啦喎。哦，好，跟住後面咧就係澳門熒夢藝術團啦。澳門熒夢藝術團咧，佢係成立於2024年嘅。呢一團嘅宗旨咧就係積極發展舞蹈藝術啦，透過中國舞蹈風格同埋創新嘅表現形式，提高大眾對舞蹈嘅欣賞同埋認識嘅喎。呢一個團體咧，經常以連徑鏡海為題啦，透過舞蹈呈現蓮花嘅生長，隱喻澳門咧係由漁村去到繁榮共融嘅過程㗎。跟住落嚟咧，又係一個非常之熱情嘅團隊啊！澳門巴西之家協會，澳門巴西之家協會咧就喺2002年喺澳門成立㗎。咁自此咧，呢個協會咧日益壯大，團隊咧由具備多元技巧同埋專業素養嘅舞者組成啦，專精於文化巡遊、娛樂表演、森巴舞同埋卡林博舞、佛羅舞、非洲融合舞、土皮舞等等㗎。咁巴西舞蹈團咧，經常咧就會受邀籌辦融入葡語國家社群嘅節慶文化活動嘅喎，例如葡語國家文化節啦、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啦、農曆新年嘅文化巡遊咧，佢哋都會參與演出㗎。咁呢個協會咧已經擁有16年嘅豐富經驗啦。我哋見到後面咧有兩個色彩繽紛嘅木偶喎，佢哋係嚟自演戲空間，成立於2001澳門魚水匯聚㗎。咁喺兩個好可愛嘅人偶後面咧，就係嚟自葡萄牙嘅霹靂拍啦環保敲擊樂團啊！呢個團咧透過探索水桶啦、安全帽等等嘅物品嘅聲效，為同觀眾同埋沿途物件咧進行音樂嘅互動㗎，真係好特別喎！好，睇下欣賞佢演出先。上進澳門街舞文化嘅發展，咁呢個團咧今次就以絲路共舞為主題，舞者咧化身濠江遊龍以及覺醒嘅醒獅，將文化基因編舞當代動態語言入面展現一座城喺對望中重新嘅當代語言啊！冇錯啦，咁街舞之後咧，我哋就會見到有霹靂舞喎，係嚟自澳門霹靂舞體育舞蹈協會嘅。咁呢個協會咧致力推廣本土嘅街舞文化啦，促進兩岸四地、國內外、大灣區以及本澳各界街舞人士交流啦。咁呢一個會嘅成員咧表演經驗豐富啊，多次咧
代表澳門出外演出同埋交流嘅。咁呢個協會咧會攜同一眾技藝精湛嘅街舞舞者啦，喺大巡遊嘅舞台上面帶嚟極具動感嘅表演嘅喎。大家期唔期待啊？歡迎你哋，好！咦，會唔會趁後面嘅團隊俾你哋一班好靚好可愛嘅小水手咁樣啊？大家係準備好大家相機嘅啦嘛，係嘛？都有幫我哋留下呢一個美麗嘅倩影嘅，係咪？兒童舞、中國舞、芭蕾舞以及現代舞等等嘅。咁呢一個藝團咧，將以自然生靈為載體，呈現舞蹈作品、百鳥同埋駿馬嘅互動，交織出陸海相連、天地相。西環湖廣場咧進行一個精彩嘅壓軸演出喎，咁大家咧都可以一路跟隨佢哋嘅步伐咧，一路咧向前面去到西環湖廣場㗎。咁後面咧我哋見到嘅團隊係咩啊 ？Cherry 係蓮峰普濟學校龍獅隊啊 Lucy。咁咧演出咧叫做龍鳳呈祥，光影傳承。表演嘅舞龍同埋鳳凰咧係展示咗龍鳳呈祥嘅中華傳統，弘揚非遺文化同埋傳承㗎。其實同我哋嘅作同埋多種舞蹈形式嘅呈現，該團咧佢哋係會用咧極致鮮豔嘅亮黃色啊去做主視覺嘅，將拉丁舞嘅熱情融入喺當代舞蹈嘅編排當中啦，象徵住東西方文化喺澳門呢一座碼頭嘅交匯激盪。咁緊接住我哋係見到澳門 Yoga Fly 空中瑜伽舞蹈協會喎，咁呢一個協會咧係成立喺2020年啦，旨在推廣有關空中舞蹈，例如空中瑜伽啦、空中吊環等體育活動嘅。咁呢一個協會咧將以白鴿展場為題嘅，咁係結合空中運動嘅舞蹈藝術文化元素，寓意同和平不分國界自由傳播，實現文化嘅多元共融啊！哇，好得意啊！呢兩隻狐狸仔。係啦，緊接住後面嘅咧有兩個好可愛由人操縱嘅兩隻白色小動物喎，咁大家咧都可以摸下佢哋輕輕力，唔好咁大力去推佢哋喎。冇錯，算頭嗰陣時。嗱，我哋喺後面咧就見到啦，緊接住係嚟自荷蘭嘅隊伍喎，咁佢哋嘅協會名稱咧就叫做酷奇拉菲倫希遊雜技團總劇團啊，咁成立喺2013年啦，致力推動多元嘅藝術創作，並且透過舞蹈為核心嘅，咁持續咧拓展同埋唔同藝術領域嘅跨界合作㗎。咁呢個團咧將會咧同中國嘅詠劇團合作啦，結合戲劇敘事同埋高調技藝嘅當代表演語言，為大巡遊呢一日帶嚟耳目一新嘅觀演體驗啊！冇錯，展現平靜嘅海洋轉化成為連結各族裔嘅慶典彩帶，象徵澳門作為展現跨文化情誼嘅獨特海域啊！咁而家呢個情況咧好特別啦，前面咧就好激昂嘅音樂，跟住後面咧又好有詩意嘅就舞演出喎。冇錯，呢個就係澳門多元物流過㗎。係啊，大家可以同我哋 say hi 喎 ，hello，hi。哇，後面仲有一啲打扮得好有特色嘅人物啊！我哋今日喺大巡遊咧，可以一次過咧見到晒各式各樣唔同嘅人物啦、唔同嘅造型啦，大家真係覺得非常之難得，係咪啊？我哋有嚟自外國嘅團隊啦，亦都有街舞文化推廣協會。咁呢個團咧一直致力推廣本地嘅街舞文化，促進兩岸四地街舞文化嘅發展同埋交流，實現咧本澳流行文化嘅創新同埋國際街舞領域嘅接軌㗎。咁呢個團咧將會演張元先生與街頭豬扒包。哇！佢咧亦都彰顯我哋咧澳門美食之都啊呢一個美譽啊，所以咧
八爪魚先生咧嚟到澳門都要拎住咁多嘅美食啊！章魚先生一經過連我都覺得肚餓啊！陣間可以咧一齊咧大家去探索一下澳門嘅美食喎。各位遊客試晒我哋呢啲嘅，後面咧就我哋嘅澳門舞者工作室。呢個團咧成立喺2006年，致力推廣澳門街舞文化，包括舉辦一啲定期嘅培訓啦、工作坊同埋比賽，以及街舞嘅劇場創作同埋實踐。船揚帆出海嘅景象，展現香港昔日漁村嘅生活魅力嘅喎。咁嚟緊嘅咧就係澳門一啲都唔陌生，同埋發展澳門嘅舞蹈藝術。呢個團咧將會以燈籌影帆為意念，以港為物，燈籠點點，成紅光前韻，而片片嘅舞姿守護愛同埋和平，聯結世界嘅旅程啊！咁咧喺我面前有領航帶領手偶動物嘅隊伍啦，喺巡遊嘅街道上面咧為觀眾展現壯麗嘅景象嘅喎。哇！佢哋呢啲服裝啦，同埋呢一啲偶啦，相信都用咗好多心思咧去做出嚟㗎。咁後面咧係我哋外地嘅團隊嚟自亞美尼亞嘅朋友，亞美尼亞哈琴民族舞團。咁呢一團咧喺國內外嘅舞台上面咧都好自豪咁樣展現同埋傳承亞美尼亞嘅文化㗎。咁憑藉10大國家級舞蹈團隊之列喎，好唔簡單喎。Hello， 我哋同你哋 say 聲 hi 好唔好 ？Hello，our friend from